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永早的人俗语话讲，开饭店毋惊人大食。即摆的人毋但爱食饱，阁爱食卡，连服务嘛着爱做好斗大。安尼全世界的人毋则肯来台湾观光游览。国情今日讲几句啊，甲食有牵连的俗语，甲所有观众朋友，咱互相来探讨一下。头一句，民间俗语话咧讲做了到嘛着师傅教。实在即句话爱换角度，角度无共，讲法就无共。咱若咧讲学咯，咱讲吼，第一做了到，熬煮食熬料理，但是第二要紧，做了到平平共款食物件，着师傅教煮菜才会青草好食。啊，毋过咱嘛知影讲，若是家己咧讲咧，家己咧讲着爱讲顾谦的，着爱讲较客气、较谦虚的讲法，着爱讲做了到。毋是师傅教啦，吼，这是无共款的角度，啊，总是主食学问真深。永早的人嘛咧讲，若咧食新吼，毋通拢干那要食好鱼好肉，因为食鱼食肉，咱嘛着爱一项呢，食鱼食肉嘛着爱菜价，对啦。有当着啊吼，食着菜，咱嘛感觉讲安尼对胃肠真有帮助。毋则讲各种万项天下的万物，咱拢有法度食落腹肚内，对着咱体内有营养有帮助，你拢毋免客气，拢尽量甲食。啊，毋过讲到食精破遐，讲到食，人讲食饭皇帝大，世间煞有一款人，安怎样呢？伊食无油的菜汤，困无脚的眠床。那即句话时代无共，国情所听到解说又阁无共哦。我去编《大日大词典》内底说明讲，原来即句话是咧讲人吼，12月天困厝顶，讲号做冻霜啦。冻霜毋才会食无油的菜汤，啊困无脚的眠床。毋过国情所在。有真侪咱江湖咧走，才会演员，才会戏班，才会真出名的艺术家。伊嘛讲咱家己是食无油的菜汤，困无脚的眠床。所以毋敢讲做戏的人，演过生活世界流浪，所食所带拢是真简单。啊，艰难的环境内底，才有法度开出美丽的花蕊。就是人爱捌受苦，爱捌遭遇着困难，毋才会体会讲钱歹趁，人爱搁较振作，爱搁较拍拼。啊，毋通吼，亲像有一款人，那华语所讲，迄落叫做夹金汤匙啊大汉的，台湾话要安怎讲？所以毋知影，就是讲叫做食饭卡中央的啦，有啦，有真侪人吼，毋知影世间的艰苦，食饭卡中央。啊，毋过人生就是过程，人生就是体会，慢慢来经验，总是眼界愈宽，所行的路嘛会愈脚步会愈窄。